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来到持有工商的校园内，就会使听到哈雷机车特有的排气声，甲高达30只的车辆聚集做伙。这毋是要办车展，是因为持有工商将要首创哈雷机车的维修技术进驻校园。校方要甲哈雷高雄基干电视中心合作，将由专业的技术指导学生维修的重点。19号正式来启用这个哈雷重车维修专区。我们这个计划历时19个月，展现了我们技职教育与产业结合的一个密集的一个合作。我们这个计划是想把它推展到让产业进到学校，做一个实际的示范，学生也可以在校内有职场的体验机会，顺便铺设高阶的产学进入，对学生的就业的部分有相当好的帮助。除了甲原厂的合作，校方也甲3个民间车队共同配合，希望透过更较侪实作的机会，让学生的维修技巧会使快速来进步。总共目前有参与的车队，有报名的有3个车队，包含自由骑士队、高雄铁人队，还有撕破团。我们汽车科基本上授课包含机车领域，那重机的部分是属于比较高阶的。机车的部分，在我们教育部也认为是特殊产业。那重机的部分，当然又是更高阶的一个特殊产业。学生在实习过程用这样的方式来提升、刺激学生的学习动力。机车伫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机车相关的维护也备受重视。其中动机的维护也是更加困难的技术。持有工商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的合作，让技职教育甲产业会使更加顺利来结合。培养更较侪人才。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为了让学生会用甲国际接轨，南台科技大学流行音乐产业系每学期拢会邀请国际学者来学校授课。这学期总共规划4场国际歌手甲音乐家大师的课程。头一位登场的是日本创作歌手兼作曲家大山泰德，连续2天伫学校开演唱会。并且甲学生畅谈音乐创作的过程。今年请到我们大山泰德先生来我们这边，那也希望他来想要问他一下，就是在创作上面，他有没有一个比较非常重要的思想、中心思想？僕の曲はどっちかというと全体的に大きな愛でテーマがね書いてます。大きな愛。是在写歌的时候是抱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对歌的一个 love， 一个爱去写的，所以他的歌每首歌都包含了很大的爱。28岁的时候，开始创作，那是怎么样让自己去面对这个未来的困境，或者是怎么样赶上其他人的脚步？多分乗り越えるとかではなくて、向き合うこと。例えばしんどいことがあった時に、そこから逃げるとか、目を背くとかではなくて、ちゃんと向き合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老师觉得，就是面对困境的时候，不要想着是要跨越这个困境，而是要去面对、直面这个困境。可能会就是不要想着要逃离，也不要想着要就是避开事情，正面去面对它是一件很好的，就是老师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讲座的话，不是只有演唱会的形式，也跟学生就是分享他的这个成名的心路历程啊，还有他的创作的一些历程。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一些国际级的这一些歌手的和这些乐手的活动，让学生在学的时候呢，就可以跟这一些国际的乐手歌手能够更多的接触。那接下来呢，我们在10月11号到10月13号又请了另外一个蓝调将军，叫做菊田进介先生他也是那个美国很有名的 Coco Taylor 的这个吉他手。那个歌手吉他手，所以他也会来我们系上开3天的大师班。那在接下来10月18号，我们又请了日本的一个吉田李沙和土屋惠2个的2重奏手工琴、2重奏和键盘的这2个的这个键盘班的老师，然后也会来我们系上做这个半天的授课的，然后再会有在第4场的。那其实我们每一届
都会有给学生不一样的这些乐手，所以不会说只有说重复请了一个同样的歌手或乐手来这边。大山泰德28岁才出道，伫进入演艺界进前，是一名日本料理的师傅。出道以后，主要拢伫关西地区来活动，以台版为中心，重视歌手甲创作。对2011年开始举办个人的演唱会，即届首次来台湾开唱，并且甲学生创谈，非常介意台湾人的热情甲美食，希望日后有机会阁会想要来台湾拜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间就是为了重建早期安南区溪南寮甲新街庄拄着富贵闸门溪水花的光厝走溪楼的千春历史，由77岁老师傅带领南兴国小校长甲兴安宫主委等5位有志，于5月1号开始开工，经过130天的时间，总算顺手工完成。老师傅表示，这间顶比例的人仔厝，现在除了伊已经无人会晓，因为无设计图，只有瓦刻天白地母。这空爱肉，一定爱肉，无肉，这顶厝落摇，看起来拢落摇。这支笼啊，每一支笼啊都有边，至少边后边是分后边5厘、8厘安尼。几厘啊呢？毋是逐支像咱咧全部用，毋是12用。即块厝你若这大空细空啦吼，即块厝就袂知啦。虽然大家轻松伫厝内笑亲，毋过回想伫咧吊山佮危险的建造过程，也是印象深刻。22号，因将号召120个人以小棒伴的精神来耕厝，行800公尺还原历史。大家行前先体验光起4000多公斤的滋味，要让这个属于地方的特色继续传承，进一步认同听写文化。那我们因为这个村落，他们之前在大陆的是同一个村落的人，那来到台湾之后，分散为8个部落。我也希望说，借由办这次活动，由西南寮在办这个活动，其他7个部落一起来帮忙。由一样在100多年前是同村庄的人一起来协力来帮忙，他们自己同胞来帮忙开这种房子，把这个台湾人非常好的美德，互相协助的这个美德，把它找回来。祖先家吼，大家拢居住这厝，到溪老了，规个庄头拢搬过来遮，这个见证的困难，同咱迄阵特有文化，同这个水的共存，这个文化会当透过这个吊篮厝来。讲，互咱即个下一代，咱下家人下一代无大过的人，无经过即个经历的人来认识，互因来疼惜即个土地，来认识即个文化，更加来爱惜即个土地，这是咱办这个活动上大一个意义。随着大家脚步，记者来到旧年因所建造的26坪竹人仔厝，真正会当大，而且冬暖夏凉，已经成为当地地标甲在地乡土教材一部分。会场嘛再次邀请大家到时做伙来见证耕厝的实况。高伟丽，大家做伙来耕厝。第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知影高龙桥对旧年已经推出台南好停 APP， 让大家知影倒有停车场，减少找车位的麻烦，达到省油、避免塞车、空气污染以外，而且可以当方便缴费，享受第一笔停车免费好康。上午市长吴一贴更宣布，对现在到12月20日为止，每交一张停车单都有1摆抽奖机会。上大奖是台南特别版本的电动机车。它可以在短的时间内借着这个 APP 找到停车场、找到停车位，而且又省油，因为避免绕那么多圈，停车又有优待，那这个可以省3块，那积少是成多的了，第二个，对市府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啊，因为这个越少车子在路上在那边找停车位，那就减少这个塞车，减少空污，这是对市府来讲，对我们的市民的居住环境来讲是好的。第三个，对厂商当然有好处啊，没有好处谁要去发展这个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个是创造厂商、市府跟市民三赢的这个政策。记者会中，市长伫坐坐议员的小厅再次呼吁行动指挥方便加好康，邀请大家只要下载、使用愈济，中奖的机会愈悬。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谢谢。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那很感谢，刚好有悠悠学园它这个机构，然后可以协助我们，等于说弥补我们所谓的专业上的不足。那也至少在我们刚好就是白天因为要工作，然后的关系，然后让他去参与这个悠悠学园。那也增进说，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说长者的话，其实在他往年生活，除了家里的照顾，然后白天还有其实寂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那因为寂寞会造成说，因为长者因为没有所谓的群体生活之下，产生空虚感，甚至他就会想东想西。伫家乡的见证之下，上当理解照顾失智长辈辛苦的所在，更感谢有机构会当协助分担照顾的重担。就参像一年一度伴走的活动同款，要做伙为失智症朋友甲家属加油打气。会中市长黄伟哲嘛承诺，虽然财政困难，不过长期照顾的福利预算却是增加，呼吁大家到时陪伴长辈行出来。我们希望说，政府能够跟我们的家属一起携手，好这个携手不仅是我们走出去携手，是整个照护工作上能够携手。所以不管是喘息服务，不管是这个日照的服务，事实上都是其中的一个方式之一。那在长照2.0的推动的部分，台南市我相信是跑得前面的。这个我们明年度的市府的总预算。事实上，在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个部分，以及长者照顾的部分，我们也比今年更增加。虽然市府的财政比今年更困窘，但是我们还是努力在做。透过建造活动来宣导失智症对第一档的67个县市响应，到今年已经有22个县市共同要来传达失智症需要陪伴的重要。所以小局再次邀请大家小少10月5号上午9点半，对台南大运动百货出发，让长辈感受社会上大温暖。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水墨画是非常经典的画作方式之一，运用水甲墨的搭配，让作品呈现各种无同的风格。这届生活美学馆特别邀请10位的艺术家，以着水墨美学为主题，展现家己对水墨艺术的看法。这届展览分做4大主题：上善若水、心如止水等等。这届也结合3个世代的艺术家无同的风格，要让大家一届看到到。中国画是我们书画是我们文化里面最精彩的一幕了我们就拥有这样的一个中华文化的这个宝我们把它传承下去了所以说我们都是在尊重传统在传统的这个底蕴里面有一种新的创作，然后开花，使这个好的传统能够延绵不断的这样承续下来。向善若水的那种情境会比喻人要行善。那水呢，一直都是在低洼处表示一种谦卑、善良因为我们社会也是像这种现象必须有不断的这个阳光、水有灵活的在
这个社会上滋润大地让我们万物呢有生机那这一幅作品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那用黑跟白的对比那黑呢就代表这个石头跟岩石，白色呢就代表泉水那这个细水长流，能够源源不断，为台湾的大地注入一股泉水。其中2位少年辈的艺术家林伟成甲陈瑞宏，分别运用丰富的色彩甲特别的新物，以及西洋计划的装置，互观赏者会使感受到水墨的趣味，甲少年辈艺术家的无限创意。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叫做墨池，其实是想要用各种不同的纸张媒材，让它就是放置在这样的一个池水里面，然后自然的就是吸取水分。那其实植物吸水能够成长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纸张我们把它就是放置在水里面，吸取水分，然后产生墨韵，这些就是很特殊的美感。我觉得是水墨创作里面很喜欢的追求。那我也希望用这样的作品拉近大家，就是来观赏这样的一个自然现象的一个作品。这一次的作品除了对于那种自然界风景水域的一个描写之外，像这2张作品，我想要呈现是一种对水的一种想象，所以它在画面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奇幻的一些怪兽的一个造型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去诠释水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想象力。那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的作品去理解这一块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动机，这样。这个水墨画展现在伫生活美学馆的第2展览室举办，同时将要伫22号下午举办艺术家的座谈会。为了让民众更加熟悉水墨画，也将要伫10月5号举办体验活动。喜爱艺术创作的朋友也千万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健保资料库的统计，对2005年到2014年，台湾糖尿病患者死因前6名，分别是癌症、糖尿病控制不良、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肺炎甲腰子病等。其中心脏病方面，成大病院内分泌代谢科的医师洪浩章表示，如果糖尿病患者会用积极控制血糖，就会用有效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症，包括减少17%的心肌梗塞，甲15%的冠状动脉疾病。医师表示，为了积极控制血糖，要对掌握日常血糖的变化开始。平常在自己家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血糖控制好不好？那就要靠自己平常在家里要自验血糖。你只有知道自己的平常血糖的高或低，你才有办法好好的控制你平常的饮食啦、你的作息、运动等等的。那我们会建议，平常如果要自己量血糖的话，最好是在你下次回诊的可能2-3个礼拜之内的数据，因为你这样才会记得，然后到时候回诊的时候，跟这个医师讨论的时候，医师才知道你那一天血糖那么高或是那么低，可能是发生了哪些问题。那你也比较能够清楚那个时候你可能吃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有什么意外或是什么事情发生，这样比较可以做一些建议哦。那另外我们会建议就是你可能同一个时段至少要有2次的数据以上，比方说量早上的空腹血糖，你可能这1个礼拜内要有2-3次以上的数据，你这样才可以看得出你这2-3个礼拜它可能整个的趋势是怎么样。同样的饭后血糖也是，那午餐还有晚餐、饭前饭后都一样是这种情形哦。医师强调，糖尿病患者对比诊断确认开始，就必须甲医疗团队好好配合，并且进行长期的监控甲照护。其中自我的量血糖甲记录，嘛会用提供医师作为评估药物的疗效，并且调整日常的生活甲饮食。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